先来继续来看副总统赖清德代表着民进党选总统，但是之前伫政治大学演讲，讲到厝价的问题，伊反问着学生，是毋是有注意到厝价咧落降，引发着各界的讨论。再加上内政部长林右昌甲赞声，讲少年人毋是买厝买袂起，是无规划。这些是兄茶天火道，讲点到着袂少人的怒火，嘛引发着网友的论战。赖清德早起来接见到英国的前首相特拉斯，特别讲特拉斯伫前一天演讲有讲到讲，恁的未来就是阮的未来。讲伊讲这种话，互伊感觉真感动，嘛真感谢。接见前英国首相特拉斯，就亲像看到老朋友同款。副总统赖清德欢喜握手小借问，特拉斯穿红色洋装出现，访问台湾的行程来到第3天，心情看起来是舒服理想，搁一摆重申这件代志。The UK has just joined the CPTPP,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, and I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see Taiwan become a member. 说出了 Your future is our future， 令人非常感动，也非常感激。更要感谢特拉斯下议院议员多次在英国、在 G7、在各种国际的场合呼吁，应该要支持台湾。强调台湾会坚定推动世界经济和和平，备战总统大选，赖清德以副总统的身份来首先拍国际牌。不过进前和学生座谈，讲到敢有注意到房价伫咧落，引起讨论。内政部长林右昌说了这句：即马少年人厝买袂起，毋是真正买袂起，是无伫咧规划，引起外界质疑，遐查天花倒。知影了着民众，林右昌难免找侪清，爱外界莫斩头起尾。主体问题是慢性病，爱用无共款的政策来缓解买厝需求。即马政府推出300亿的租金补贴和165亿的中价修理好房贷，两种方案是短期措施。若要真正解决问题，就要靠国土的规划。到底咧哪样推出校友旗，赖清德找校友旗家乡家己东乡会徛台，秘书是伫咧背人的条卡，2024拿着连选出来，总统大选嘛正式开战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